来看国民党今仔指控民进党新北市立委参选人何朴文淡江大学研究所的论文涉嫌抄袭，抄的比例将近60成。何朴文伫面册强调讲，伊的论文无问题，愿意接受审查哦。伊嘛批评国民党是为着洪明凯的选情，甲伊抹黑。 大家好，我是北海金刚何博文。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朴文转战新北市第1选区参选立委，获出北海金刚的口号。不过国民党召开记者会，指控何朴文伫2003年伫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涉嫌抄另外2本学术论文，经过比对，相像的所在达到58%。质疑民进党才发生抄论文事件，学论条款根本有敢若无。 我再请问一下民进党中央，你们学伦审查小组有没有审查过何博文先生的论文啊？如果有的话，请问一下，你们切结书签什么意思的？针对这件代志，何朴文伫面册刊出3点声明，表示论文小项无违反淡江大学得到硕士学位的标准，愿意接受学论会审查。批评国民党是选伫热清着要伫南口进行头一场公开活动时，进行恶质的政治操作，乌贼战术抹黑。 意图使人不当选，挽救前文传会主委洪孟凯个人紧绷的选情，令人遗憾。请国民党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另外，国民党嘛指出，新进的国家教育研究院院长陈彦全嘛涉嫌抄家己学生的论文，搁摕去投互贵刊，正就有人压坑。不过教育部也是决定甲有争议的陈彦全升官。请问一下，你们要如何带领？如何带领？ 我们的这些学术界重视学术伦理。陈彦全当年由清华大学借调，担任教育部综合规划司司长，随透早正式接任国家教育研究院院长。8月时，互人野出抄论文，伊捌向媒体回应，这都不是事实，表示家己绝对无抄。不过依照规定，也是爱交由清华大学启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